最佳嘅買樓時間，大家好，我係小心。呢個 channel 係關於美股同玄學嘅，咁如果你有興趣咧，可以訂閱。咁如果想知道 update 嘅美股資訊咧，可以訂閱我嘅 Patreon 嘅。咁我本身書《美股 Crystal 通勝2026》咧已經係出版咗啦。如果你想得到咧，裝 Patreon 咧就可以啦。咁今日係2025年9月29號。咁想問大家條問題先，如果時光可以倒流，大家會想翻去邊一年呢？咁相信大家都會諗到係2003年嘅，因為當年嘅淘大咧都只不過係50萬港元一間啫嚇。咁當然啦，時光咧就唔可以倒流嘅。咁最近有客人咧就問我啦，咩時候買樓係最好啦？咁我諗咗一陣咧，就答佢係2026年嘅。咁點解係要係2026年咧？因為其實我手上有唔少嘅白字客人啦，包括一啲嘅物業投資者咧，即係有幾層樓揸手嗰啲咧，又有一啲開地產鋪嘅。咁不約而同咧，佢哋係2026年丙午年係最差運程嘅時間嚟嘅。咁手上嘅資產咧會變值嘅，即係財富縮水。咁但亦都不約而同咁啦，2027年佢哋嘅運程咧會稍為好轉啦。2028年之後咧，甚至財富咧係會翻生嘅。咁所以我推斷咧，香港嘅樓市咧喺2026年嘅丙午年咧，會係樓價最低嘅時候啦。咁大家就可能真係準備下睇樓啦嚇。